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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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，我是怡洁，我是敏华。怡洁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啊，真的是封上了露养哎。露养啊，就是露营的意思。的确哦，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我的露友。不过说到露养啊，很多人呢会觉得搭那个帐篷啊不太习惯哎，有的人会觉得睡在里头啊。怪怪的，你觉得呢？你说的帐篷呢，其实啊就是帐篷的意思哦。的确啦，睡在这个帐篷里面呢，没有睡在饭店里面那么舒服。不过呢，大家很多人挤在一块睡在睡袋里面，也是很暖和、很有趣哦。其实露养最棒的呢，就是在山上看星星了，超级浪漫哦。看神内真的很棒。神内呢，其实啊就是星星的意思。这星星呢，看着看着，大家都觉得浪漫了起来。像我自己的小朋友就非常喜欢露营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呢，小孩子很喜欢搭帐篷露营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新年呢，懂好搭帐篷露养。新年呢，懂好搭帐篷露养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大家赶流行露营去哦。哇，我今天终于有机会来露养了。今天要麻烦设计哥两夫妻教我怎么搭帐篷喽。这杆子从这个洞穿过去。哦，这样它就可以撑起来。哎，对。哦，那边再固定就可以。哎，那边再固定。敏华，这个是外帐，只要搭在帐篷外面就可以了哦。好。哇，帐篷终于搭好了。哎，设计哥，带我参观一下吧。好啊，走啊。这个就是客厅帐，那里面那个呢，就是睡梦中的总统。我觉得现在帐篷啊越来越舒服，里面还有睡垫呢。哎，你看今天晚上的夜色好美哦，有月亮也有神呢。可是今天神内比较少，改天我们再找时间来看神内哦。我一定要特别找一天来露养，然后来看神内露营啊，真的好好玩，我觉得真的很有趣，我很爱。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说很好玩吧。下次我们一起去露营哦。好啊。那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露营了。露营怎么说呢？露营叫做露养，露养就是露营了。那露营要睡在帐篷里头，帐篷怎么说呢？帐篷的客家话叫做帐篷，帐篷就是帐篷了。那其实露营一定要在山上看星星，这是非常浪漫的事哦。星星怎么说呢？星星的客家话叫做神内，神内就是星星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小朋友很喜欢搭帐篷露营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新年呢，懂好搭帐篷露养。新年呢，懂好搭帐篷露养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呢一块去露营赶流行。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